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伫台湾若要去甲人抱一个囡仔来饲，照即卖的法律规定毋是足简单的，因为这关系到一条性命，所以规个过程要经过真侪手续，嘛着真谨慎。毋过分别人的囡仔来饲，伫过去就毋是遐尔少看到的代志。真早就有即个风俗，过去即个风俗甲即马领养一个囡仔的目的甲方式是真无相共的。今日我是要来讲收养囡仔即件代志。去年年底，一个寄伫灵母厝内饲的囡仔，互人凌辱死。过3个月了，才变做一条大新闻。到今即件代志也未解决。即个囡仔是安怎当初要寄饲伫灵母因兜？主要是因为照顾伊的阿嬷已经老啊，表示伊若要搁家己饲嘛有困难，所以有想要送互别人饲。若按照即马法律的讲法，就是有出养的意愿。一个囡仔要出养，是安怎都要寄伫别人因兜？这牵涉到收养一个囡仔的过程甲即马的规定。我今日要讲的毋是今日即个制度生做啥物款，是要讲互囡仔来饲即件代志，自过去到即阵有啥物改变。无论是囡仔送互别人饲，也是去抱别人囡仔来饲，这拢真古早就有，毋过伫无共时代，互别人的囡仔来饲的目的无相共。即马法律规定遮尔济，主要就是要避免过去买卖囡仔的问题。当然有即个风俗，头起先嘛毋是为着要买卖，上早就是要传后事，就是为着家族的传承。若厝内的查甫人家己无法度生一个囡仔，会去分一个来做后生。若是即款情形，血缘就足重要诶，因为是要来分财产，佮要拜祖先，所以大部分诶人，因是会伫共一个宗族家族内底找同辈诶查甫囡仔来做后生。毋过这是上头起先有财产通分诶家族。后来为福建沿海移民来到台湾诶时阵，去甲人抱一个查甫囡仔来饲，佮有另外一项目的。因为因嘛会使饲来斗做事，老的时阵，即个查甫囡仔佫会使甲因照顾，死去嘛有人通拜。清国人来的时阵，有一阵仔移民台湾是有受到限制，因来的时阵是偷渡过来，所以查甫的加真济。因来到台湾了，要娶某变真困难，爱开袂少钱。为迄时开始，查某囡仔嘛有人会分去饲，一个原因就是惊找无新妇，因为查甫查某的人口数差足济，嫁娶的时聘金甲嫁妆拢是一个大问题。抱一个新妇仔来饲，就是为细汉饲甲大汉了，佫会使互伊甲家己的后生结婚。也佫有另外一种，就是养女。养女是会当来斗做代志，斗趁钱。大汉嘛会使招囝婿入来厝内。虽然后来大清国无阁管制移民，女性的人口有咧增加，毋过嫁娶也是真大的开销，所以较散车的家庭无法度负担。有查某囝的厝内会甲别人的查某囝交换，就是甲家己厝内的查某囝送去互别人饲，遮个家庭袂少嘛会去抱别人的查某囝来饲。无论是原本的家庭，也是收养的家庭，安尼算起来拢较会好。送人饲的毋免家己饲一个囡仔大汉，互伊去做别人的新妇。也分一个查某囡仔来饲的，会当未来省一条娶新妇的开销。伫传统的父系社会，为着要继承财产、传后代，一直都有分别人的囡仔来饲的风俗。
只不过是分查甫的也是分查某的是真无相共。嘛因为安尼，后来有一段真长的时间，养女甲新妇啊，加查甫囡仔分互人饲的加真济。因为查甫囡仔都爱传香火，爱负责拜公妈，所以若是家己生的查甫的会留伫厝内，也若分出去嘛拢伫亲戚的厝内较济。查某囝是落尾就嫁出去做别人的新妇，替别人生囝，所以送互别人是早晚的代志。也分查某囡仔去饲，到底是做新妇啊，也是做养女，是看养爸母够好生。而且这个身份是会当变换的。若是自细汉就抱来做养女的，会当斗做代志，煮饭、洗衫，甚至佮照顾较细汉的兄弟姊妹。若是新妇啊，是厝内原本就有一个要结婚的对象，是讲若要结婚的迄个后生拄好过身，这个新妇啊嘛会当改做养女去招一个囝婿入来传香火。若是厝内的人对这个新妇啊无啥介意，趁互伊大汉嘛会当安排伊去嫁互别人，顺续收一笔聘金，也是直接怎个卖互别人。虽讲过去有对养女也是对新妇啊足好的养爸母，毋过因互人苦毒的事件是搁较济。袂少养女就像商品相共，像物件伊会连续互人转卖几啊手。伫日本时代，即款买卖袂少。开始有保护养女运动是伫战后，伫第一届台湾省议会开会的时阵，李金花就提出安怎保护养女这个问题。李金花伊本身就是养女，伊是台北土城的人，伊的养爸母是对伊足好的，互伊有真好的学历。后来伊阁嫁互一个家己的好野人，伫战后毋若因翁去做官，伊家己嘛做过省议员、市议员，嘛参加妇女会。因为伊家己的经验，所以伊时常拢会甲遮个互人苦毒的养女斗相共。遮个查某囡仔要结婚，伊若知影讲因的养爸母无赞成的时，拢会替因准备手纸甲一寡日常用品送因。1951年，保护养女运动的委员会成立，因负责替遮个养女去告会拍因的养爸母，佮带因离开查某间。互因会当去找头路，也是去结婚，也阁有专门收遮个无厝通住的养女这款机构。即马伫高雄燕巢有一个养女屋，过去是号做滚水屋，因为迄个养女屋伊会喷水喷到高毛出来，伫喷的时阵就像听滚水的声，所以嘛叫做滚水屋。会号做养女屋是有一个传说，伫附近住一个叫做阿秀的养女，伊自细汉爸母就拢过身啊，所以互因厝边带转去做养女。伫17、18岁的时阵，伊佮伊着共装的一个少年人，毋过伊的养母强迫伊着爱嫁互家己的后生。阿秀无爱，怎跳落即个湖内底自杀。这个故事伫1956年的时阵，有一个作家就甲写做小说。这本小说足出名的，因为出版迄当阵拄好是保护养女运动的一段时间了，规个社会拢有咧讨论这个问题。后来是1979年，阁有一出电影，号做《秋莲》，凤飞飞演的。内面咧讲的故事，就是这个养女屋的故事。即几冬，养女屋的交通变较歹，附近有另外一个私人开发，叫做新养女屋，嘛算是观光地点。自从1970年代经济变好了，养女新妇啊，就偷偷无去。毋过囡仔买卖也是私底下佮分人饲的，也是袂少。为着要管理即种私底下送人，也是买卖囡仔。1933年的时阵，儿童福利法有要求病院诊所若红婴仔出事，10天内一定都要通报户政事务所。毋过因为警察开始抓，颠倒互遮个红婴仔的计数变搁较悬，买卖囡仔也是有。
一直到2011年，法律才完全禁止私底下收养囡仔。是安怎拖遮尔久才真正禁止？其中有一个原因，应该就是真侪人要找来饲的囡仔，拢想要去找甲家己有关系的囡仔。像讲，若要找一个后生来继承财产，按照古早咧是爱找家族内底的查某囡仔，也若毋是亲情，至少这个囡仔嘛就是朋友的朋友介绍才会放心，因会当去经这个囡仔。毋过这款方式是无合儿童人权的规定，要去管这的方式足困难的。一直听候到囡仔变足少，大家拢无啥咧生囡仔，才真正禁止这款方式。到搭大家对抱别人囡仔来饲的观念已经有咧改变，真侪是因为爱囡仔才会安尼做。咱即马若看统计，逐冬听候要出养的囡仔也是真侪，像到去年年底，全台湾也有560几个囡仔听候出养。去年一冬内，真正有互人领去饲的、收养的是200外个，而且这200外个囡仔内面有一半是外国人抱去的。当然，这个数字是真正有登记，按照法律处理的人数。要收养这个过程足久的，主要是得爱确定两边的大人甲这个细汉囡仔拢适合这件代志，毋通收养了才佫发生其他的问题。法律嘛有规定讲，袂使讲你收养了佫要求要退养。当然嘛有意外，亲像若原本收养的翁仔某离婚了，无人要照顾这个囡仔。像这款情形，嘛会当办理停止收养。过去真侪人会认为，若伤过瘦，也是厝内有别款原因，就是无法度饲这个囡仔，就送互别人饲。即马国际公约来看，是袂使安尼做的。专家认为，囡仔甲伊的亲人做伙生活大汉，这是基本的人权，留伫伊家己本身的家庭内底。也是甲伊的亲戚亲人做伙大汉，这是对伊来讲上好的。政府爱做的代志，应该是尽量帮助这个囡仔甲伊的家庭，无论是经济、教育还是其他方面，互因会当继续做伙生活落去。若真正无法度，才来出养。毋过就算按照这款规定，即阵听候出养的囡仔，也是比互人收养去的囡仔加较侪。台湾人即马对收养囡仔的观念是有咧改变，过去拢认为着爱有血缘、有亲戚关系，要饲一个囡仔，毋是纯粹是要照顾一个囡仔大汉。真侪人也有别款目的，也是对这个囡仔大汉有真侪别项的期待。这对一个囡仔来讲，毋是真好。即马法律规定遮尔济。就是要避免囡仔变做大人的工具，也是一款会当买卖的商品。收养的过程才会需要遮尔济手续，遮尔久。当然，即马这套制度也有真济无好，需要改善的所在。毋过是甲过去的方式真无相共，主要是观念嘛差真济。像讲有一项真重要的，就是囡仔会知影伊家己是别人生。伊原本的家庭若是要看这个囡仔，嘛会当安排。是安怎要安尼做？伫国外、国内的研究拢发现讲，一个囡仔若自细汉知影生伊甲饲伊的老爸老母是无共人，这会当避免伫伊大汉的过程当中拄到的足侪问题。伊若先知影，对伊的未来是较好的。当然，这个过程是真复杂。我今日敢若讲到一撮啊，线顶有真侪资料，嘛有真侪人咧解说这个过程要安怎进行，也是安怎做。我今日先讲到这，大家若是对这个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，也是写批甲我讲。也嘛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，甲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。伫北台留5粒星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有ECP的连结。就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